家好，我係佩嘉。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啲關於幹細胞呢方面嘅資訊啦。咁喺今年嘅3月份咧，國家嘅兩會已經通過咗咧，同埋肯定咗幹細胞嘅發展嘅法規定位嘅方向性嘅指導思想啦。咁喺嚟緊呢，我哋相信作為從事幹細胞嘅朋友咧，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喜訊。啱啱咧就喺海南島博鰲啦，就關於幹細胞嘅未來發展啦、法規方面嘅嘢啦，咁包括價錢嘅定位咧，都有一啲訊息出咗嚟。好開心嘅，因為作為從事喺呢個領域嘅朋友咧，係一直咧就研究啦、發展個時候咧，就面對一啲法規上嘅問題啦。咁嘅價錢咧都幅度咧都好大，分別好大嘅。咁但最近呢，呢幾年咧發展嘅我哋胎盤幹細胞啦、間中生學幹細胞啦，同埋外鼻體啦。咁呢啲而家包括好多朋友咧，可能都會有應用過或者接觸過嘅。咁大家都會可能喺香港呢幾年就會多去日本啦、馬來西亞、泰國打呢類型嘅產品，包括就可能一啲叫做會所會員式嘅喺國內比較打嘅。咁呢啲都仲會係擦邊球，比較未有嘅一個好清晰嘅法規嘅定性喺度。咁所以咧都係大家踩住鋼絲去做嘢啦咁樣。咁其實喺過去呢20-30年嘅中國發展幹細胞咧，真係好犀利，突飛猛進係咁形容啦。咁我哋從喺本人咧就真係好慶幸啦，從2009年啦開始啦，就接觸咗係幹細胞啦，由人嘅幹細胞啦、動物幹細胞啦，同埋植物幹細胞。咁當然啦，過去呢10年咧，我就係停留喺植物幹細胞呢個領域方面嘅。咁當然我哋真係見到咁多之後咧，其實而家人嘅幹細胞發展非常之成熟，只係等一啲國家嘅法規上嘅肯定同埋一啲法規嘅定位㗎啦。咁我哋而家好老實咁講咧，人同埋植物已經係好成熟啦。咁動物咧，其實因為大家基因唔同咧，所以其實動物而家好少人再做㗎啦，已經可以咁講。咁所以喺人嘅呢幾年就比較多係做咩咧？就係外鼻體。外鼻體比較多，咁外鼻體佢嘅風險啦，或者致癌咧就比較少嘅。咁佢哋應用喺醫美醫頭髮同埋治療性嘅藥物方面嘅發展咧，都非常之好，非常之成熟嘅。咁喺日本叫上清液啦，香港就國內我哋嘅大統稱叫外鼻體啦，英文嘅 Exosome 啦。可能有啲朋友話聽完之後呢啲係咩嚟㗎嘛？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咁我下次咧就邀請一啲生物學博士，或者我哋邀請一啲更加專業嘅朋友去同大家分享。好，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差唔多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